你隻貓有冇試過2日唔食嘢？如果有，佢一定係有唔舒服，原因有好多種，但係最唔希望係佢有貓瘟，因為有養貓都會知啦，貓瘟係好少機會救得返。就算你揾香港獸醫，有部分會驚傳染直接唔接你嘅 case，就算接呢，佢都會同你講得50%機會救得返，同埋要25000至5萬蚊。咁有貓瘟就一定係死緊咧？係咪冇機會可以救返？如果你有呢個問題，一定要睇埋落去啦，睇下我係點樣幫呢位家長用少於12小時，令到貓貓康復。費用只係你係香港嘅1/10左右咧。最深刻嘅貓瘟，案例3，2日唔食嘢受到走樣嘅貓貓，最後康復，半夜收到緊急求助，貓貓2日冇食過嘢，受到走晒樣。咁其實已經有啲危險，當下決定自己揸車過去醫治。好似呢啲緊急嘅，我都會盡能力快啲去醫，驚耽誤咗咧貓貓病情。去到都係用我哋正常配方，用咗藥唔夠12個鐘，家長已經反映狀態好多，狀態好多了，然後也開始吃東西了，但吃了不咋多，感覺比那時候活潑多了，看着。朝早會自己食咗少少嘢，等於已經好返。呢個家長啊，後邊慢慢調理就可以。其實用癌藥效果就係咁好。我哋嘅康復案例實在太多，如果你都想你嘅貓貓免受苦，快啲揾我哋了解。